有要事启禀大人。大人，裘贵，是你们两人。来人啊！在。这两个是朝廷的钦犯，都给我抓起来！只有，且慢，左大人。小人是来投案自首，戴罪立功的，恳请大人给我一个当面陈情的机会。我担保，我所陈述之事，事关重大，可以帮大人立下一份天大的功劳。先把这两个人给我押回府去。这，带走。起来，起来，好。听师傅说，他没能找到裘贵，只得去了舒婉心和孟祥和的隐居之所，却发现二人房门半闭，没有锁门，也不见二人的踪影，而且房间内还有轻微的搏斗过的痕迹。看来，舒婉心跟孟祥和都有危险了，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在了裘贵手中。师傅也是这样猜想的，而且很有可能，裘贵已经把舒婉心和孟祥和押赴京城投案自首，以求戴罪立功。徐姐姐，那样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朱哥哥，你快点想个办法吧，眼下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按兵不动，再随机应变了。师傅还带来了吴三桂的最新指示，要我找机会暗杀康熙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中了咱们的计，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朱哥哥，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们杀了康熙，清廷大不了再立一个新皇帝，于大局根本没有什么作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吴三桂啊，见识还没你广呢。吴三桂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笨。咱们留着康熙，是因为他信任咱们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份信任，挑起清廷跟三藩的内乱，坐收渔利。而吴三桂跟康熙本来就毫无信任可言，若是杀了康熙再另立新帝的话，则清廷至少要乱上好几年。那么对他吴三桂，就只能继续笼络。这个吴三桂刚跟我爹签了盟约，他这次行刺康熙肯定没跟我爹商量。要是让他得手了，咱们的计划都得落空了。吴三桂这个人哪有信义可言？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利益。有人来了。奴才李德福给丽妃娘娘请安。李总管免礼。太皇太后奉体欠安，请李太医前去诊治。好，卑职这就去。刚才皇上召见索额图，在里面悄悄地把门关上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只隐隐约约听到了“裘贵”和“丽妃”几个字。哎，这丽妃平日跟你们几个走得很近，该不会是你们的同党吧？叔父说笑了，这丽妃乃是舒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同党呢？不过多谢叔父提醒，你且先回御书房，有什么事情，帮我们多留心一点。嗨，自从你们兄妹两个出现以后啊，我这颗心啊，每天都吊在半空中啊。难怪朕觉得这个丽妃与其他嫔妃不同，太有胆识了。原来她是假的舒婉心。舒剑临死前也曾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丽嫔娘娘，爹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啊，爹，女儿就是在思念您，
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。可是，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。女儿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服药就好了。爹爹不用挂心。可惜啊，舒剑还没来得及识破他女儿的身份，就被石青红给灭了口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得亏裘贵是找到了真正的舒婉心，这可真是天佑我大清啊！可是这个丽妃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要假冒舒婉心？皇上，裘贵说了，这假丽妃必定是前明的余孽。那此事是否还有别人知晓？朕的意思是，李太医和李易欢是否知晓？他们兄妹二人是否和这个假的丽妃是一伙的？哦，这个奴才可不敢妄言。不过，这丽妃娘娘和李易欢走得很近，那个关系，过于融洽了，在这后宫可是相当难得的事情。行了，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待朕悄悄去过你府上，见过这个裘贵，还有舒剑府的管家，还有真的舒婉心之后再说。这，看来咱们所料不差。刘德昭在临死之前，果然将倾城假冒舒婉心的事情捅给了索额图。这个裘贵能从地方官府脱身，多半是索额图有意放了裘贵。如今裘贵手上抓了舒婉心跟孟祥和，索额图手上有了证据，就直接进宫向康熙禀告。这个索额图看似温和，其实老奸巨猾。他现在一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了。我们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索额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。他不会把咱们三个一锅给端了吧？欢妹，越是紧急之事，咱们越要冷静。这个索额图直接将此事上报给康熙，对咱们来说并不是坏事。若是裘贵直接向地方官府投案，捅出此事，层层上报，必将朝野哗然，事态会更难控制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既然这个裘贵主动去自首，变被动为主动，那么我们也主动自首，把这局势再扳过来。不是吧，朱哥哥，你没有搞错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跟康熙主动自首，说我们是明珠谷的奸细啊？傻丫头，既然裘贵只抓到倾城一个人的把柄，那我们也只需要抛出倾城一个人即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要牺牲徐姐姐一个人保全你自己啊？在你心里，朱哥哥是这样的人吗？小师妹，你误会了，我倒是听明白大师兄的意思。眼下我有两重身份，一个是明珠谷的反党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只需要抛出吴三桂奸细这一个身份，就足以化解此次危机，还能激化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矛盾。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我现在知道了。朱哥哥，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嘛。刚才误会你了，原来你跟奴小弟一样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。如果你要是当了皇帝呢，我觉得你也能当得挺好的。不，你肯定比龙小弟当得还好，行了吧？你呀，总算知道我的优点了。龙小弟，等一下。龙小弟，你穿这一身是要微服私访啊？这个朕许久没有出过宫散过心了。
所以啊，听索额图说，这个大观茶社来了一个新的说书的，说得很好啊。所以呢，朕就想让索额图带着朕去，顺便散散心。那奴婢也好久没有微服私巡了，你为什么不带着奴婢去啊？不是，这茶社里面都是男人，你一个女子去不太方便吧？那不肯说实话，果然是连我也疑心上。那你今日恐怕是去不了了，因为奴婢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。什么重要的事？咱们皇宫中潜伏着吴三桂的奸细。谁？你们都退后10丈。这。皇上，这个奸细是丽妃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是丽妃娘娘亲口跟我说的。今日在永乐斋，丽妃娘娘说，她是吴三桂派遣在宫中的奸细，她想跟你自首，但是她不敢，她怕跟你说了以后，你一怒之下杀了她，所以就求我来跟皇上说说情。我一听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敢怠慢，直接过来向你禀报了。走，去永乐斋。申淑姑娘，请。臣妾只因长相酷似舒婉心，便被平西王安排顶替舒婉心选修，这才得以进宫，得到皇上的宠幸。皇上，臣妾被平西王以臣妾弟弟的性命要挟，实在是别无选择，还请皇上开恩，不要治臣妾的重罪。你为何选择在今日向朕自首？因为臣妾的师父血衣。进来。罪妇叩见皇上。揭开你的面纱，让朕瞅一瞅。果然和雪倾城长得一模一样。朕问你，当初被何人所劫，又劫到了何地？罪妇也不知那些劫匪是何身份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罪妇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们将罪妇用一辆无窗的马车送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里，罪妇连方向都辨不得。但罪妇逃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头野象，然后罪妇一路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云南的一处深山林。果然是吴三桂干的好事。劫持罪妇的人是平西王爷。可是，平西王爷为何要劫持罪妇呢？莫非是家父生前与平西王爷有过节？你父生前给朕上了一道密折，揭示了山西官场的贪腐无案，
这其中有提到刘德昭和吴三桂暗中勾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舒婉心，朕问你，你本是汉八旗的秀女，未经过朕的选秀，不得私自婚配。你被人绑了，按道理来说，你逃出来以后，应该立即报官，听候朕的处置。没想到你将错就错，与你的情人孟祥和跑了，如今还有了身孕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下了欺君大罪？罪妇知罪，请皇上治罪。看在你亡夫的份上，朕可以饶了你的性命。待为你落胎之后，交由舒氏的族长看管，另行婚配。至于你的情人孟祥和，他必须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知孟祥和私自诱拐秀女，按律例应当处以凌迟极刑。你愿意和他一起千刀万剐吗？罪妇愿意，且甘之如饴。罪妇与孟祥和山盟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千刀万剐，罪妇也愿意同孟祥和一同领受。望皇上成全。皇上，您后宫佳丽那么多，多一个舒婉心不多，少一个舒婉心不少。何况孟祥和也是信义之人，在山西的时候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暗中帮过咱们呀。龙小弟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成全他们吧。邱老板啊，这索大人进宫面圣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慌什么呀？啊！这皇上每日日理万机，索大人也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哎呀，这索大人说咱们这次立了大功，以前的罪行一笔勾销，皇上啊，还可能会重赏咱们。怎么我总觉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？有什么七上八下的呀？哎，索额图现在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咱们平白无故给了他这么大一份功劳，只是让他既往不咎，给那么一点点奖赏，这难吗？你呀，把心放肚子里啊！是。哎呦，哎呀，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可回来了您！啊，这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在这里，我先恭喜二位了。哦，这不但前罪尽免，而且皇上还决定封赏二位。朝廷的封赏，转眼就会下达了。索大人，您简直就是裘某的再生父母啊！您，此事除了二位出力以外，不知道还有哪些兄弟为了咱辛苦啊？索大人，小人明白，这件事啊，它关系着皇家的颜面。除了我跟管家，就只有那4个帮我抓舒婉心和孟祥和的心腹兄弟知道。哦，懂事。但不知这4位兄弟现在人在何处啊？不妨把他们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一来呢，我为他们也讨些封赏；这二来呢，我要是看着有和我眼缘的，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在我这儿谋份差事，岂不更好？索大人，那4个混蛋就是江湖上的流寇。这要是能在您手底下办差事，那简直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就在成都的悦来客栈呢，我这就找去啊！好。哎呀，裘老板啊，就不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来人啊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拉下去！索图，你不讲信义！拉下去！这。老三，来，义父，把这2个混蛋给我拉到郊外去。悄悄地埋了他们。孩儿遵命。另外，马上带一队人马去城东的悦来客栈，把他的4个同伙一块抓来。记住了，在抓捕的时候，千万不许让他们胡言乱语。是，一旦发现那4个逃犯，我先将他们的舌头给。好，去吧。谢皇上恕罪，也谢皇上
杀了裘贵这落网之贼，替罪妇报了血海深仇。朕念在你生父的份上，饶了你过往之罪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舒婉心，那身处宫中的丽妃娘娘才是舒婉心，你可明白？罪妇明白，罪妇明白。退下吧。谢皇上，愿皇上吉祥如意，万寿无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芳可叹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。龙小弟，谢谢你，最终还是成全了舒婉心跟孟祥和。想不到孟祥和一介布衣，上无寸瓦，下无寸土，居然有舒婉心这样的女人，堪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朕这后宫佳丽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真心待朕。龙小弟，我也跟你同甘共苦过啊，我还几次拿命救你呢。所以朕很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朕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。可是你始终坚持不肯做朕的女人，终有一天，你要和你的丈夫同床共枕，生儿育女。朕终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。千秋，万世花颜，数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，星辰如梦，心缱绻。什么？丽妃乃是吴三桂的奸细？如此大事，皇上居然就糊里糊涂地处理了。那雪倾城棋高一招，眼看自己的身份就要败露了，居然主动到皇上面前去自首认罪了。皇上一来念及与他的旧情，二来是顾念皇家的脸面，也就顺水推舟，让他名正言顺地顶替了舒婉心。现在这宫中，知道丽妃娘娘真实身份的人，除了皇上和李氏兄妹之外，就只有我了。皇上再三叮嘱我，说这件事情要我不得告诉任何人，如果一旦走漏了消息，就会唯我是问。所以还请皇后娘娘，就算是知晓了此事，也千万要装作不知情。三叔，此事很是蹊跷，为何你这边刚找到真的舒婉心，这雪倾城就自首了？是啊，这雪倾城自首的时间点，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只是，他所说的雪嬷嬷要刺杀皇上一事，也的确是无懈可击，这由不得皇上不信啊。那依三叔所见，这雪倾城跟李易欢究竟是不是同党？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他们应该都是一伙的。雪倾城现在自首了，只不过是以退为进，涉足保帅。只可惜我们苦无证据，而且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更应该看明白这李易欢在皇上心目当中的地位。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去指证他，只会让皇上觉得是皇后您在嫉妒他，恶意重伤他。那眼下我们该如何做？大蛇要打7寸，否则只怕打蛇不成，反被蛇咬。所以还请皇后耐住性子，在暗中等待时机。我相信，只要他们真是奸细，就必定会另有图谋。
早晚会露出马脚来的。这一次真是凶险，你们3个差点就被索额图给连锅端了。幸亏太子随机应变，巧妙地处理了危机，很好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康熙和索额图心中，多少会起疑心。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！义父和师傅们放心，索额图一直怀疑我和奕欢是吴三桂的奸细，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步的对策。我们会帮助康熙粉碎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。如此一来，康熙自会对我们深信不疑，索额图对我们的怀疑也会稍有减轻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雪衣居士怕是要性命不保了。他虽然是吴三桂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奸细，可到底也是前明的志士，况且我们还有10几年的交情，我心中很是不忍心。夫人，我们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。雪衣居士为了一己的私仇，居然效忠吴三桂这种奸贼，他还想要暗中除掉奕欢。这种人，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！樊兄说的甚是，对雪衣居士，我们不必手下留情，但我们协助康熙拿下雪衣居士，吴三桂一定会跟咱们翻脸的。其中的利弊，我们还要好好的权衡一下。咱们跟吴三桂结盟，都是为了各取所需，并非出自真心，所以他才会向我们隐瞒雪衣居士的身份，在暗中命令雪倾城杀了奕欢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给他一点教训。义父说的是，说不定经过这个回合，咱们和吴三桂的联盟才会更加牢固。皇上，还是吃点菜吧。丽妃啊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。妃啊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。朕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早晚有一天，朕要亲手结果了这老贼。皇上，你喝多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朕没醉，你接着陪朕醉。皇上，明日啊，您还要早朝呢，您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来，皇上小心。皇上，哎，床在那边。皇上，哎，小心啊，慢点儿。来，皇上，这。倾城，啊，今夜是最后的良机，你可千万别再犹豫了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就杀害了皇上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我们倒是可以逃出宫去，却会连累永和宫的众宫人啊。你放心好了，王爷给了我一瓶秘制毒药，康熙喝了之后，要7日之后才会发作，到时候谁会怀疑到咱们的身上？原来你根本就没有喝醉。朕要是真的喝醉了，那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臣妾不忍伤害皇上，可又担心小弟的安危，左思右想，我才想到了这个，向皇上自首这唯一的办法。皇上，
求您公开下旨，就说臣妾弑君失败，却又拼死不肯说出幕后主使，所以被处以极刑。这样，平西王看在臣妾没有背叛他的份上，兴许还能饶过弟弟的性命。皇上，丽妃娘娘虽然犯了滔天大罪，但是她也是被逼的，能不能让她将功折罪啊？主子，要不要马上派人把雪嬷嬷先抓起来？先不要轻举妄动，这个雪嬷嬷不会是个小角色，朕的心头大患是吴三桂。可惜啊，这朝中重臣意见不一，有些人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到现在还想着与吴三桂维持现状，却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动了弑君之心。皇上，那捉拿了雪嬷嬷，不就能证明吴三桂的狼子野心了吗？那时候谁支持吴三桂，那就说明他对皇上不忠，是奸臣。二，你是不知道这些朝中大臣有多难缠，他们一面受着吴三桂的好处，一面又忌惮吴三桂的实力。若是到时候雪嬷嬷抵死不认罪，只有雪倾城一人为证，那他们还会一口咬定这个雪倾城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朱明联盟的奸细。到时候还会劝朕休要中了离间之计。雪姐姐怎么可能是明珠谷的奸细呢？她弟弟还在吴三桂手上呢。臣妾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弟弟，实在不知弟弟是否安然无恙。没想到后宫之中居然混进了吴三桂的奸细，还受到了朕的宠爱。如此丑闻切不可外传，只能朕和你们几个知道。奴婢明白。奴才遵旨。至于这个雪嬷嬷，咱们切不可打草惊蛇。她既然要弑君，那朕就给她这个机会。只要坐实了吴三桂的弑君之罪，这样朝中大臣就再无人敢替吴三桂辩解，统一了群臣之心，要对付吴三桂就容易多了。皇上英明，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叶欢，这次你又立了大功。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要重赏奴婢了吗？对，朕允许你再去宝库中挑选几样宝贝。多谢皇上赏赐。那丽妃娘娘准备怎么处置啊？丽妃，你虽然有罪，但都是受人胁迫，情非得已。你冒死向朕揭发了吴三桂的阴谋，又处处替朕打算，足以见你待朕的一片真心，比朕的舒婉心更值得朕珍惜。朕今日便赦了你过往之罪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舒婉心，舒婉心就是你。这潜入后宫之中行刺一事，全是吴三桂的奸细雪衣居士一人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臣妾谢主隆恩。所图、叶欢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奴婢听明白了。奴才听明白了。恭喜丽妃娘娘！恭喜丽妃娘娘！是我太大意了，像你这样一个谨慎克己的君王，怎么可能会放浪形骸、大罪而免？哼！不过你今天也出不了这个永和宫。师傅，你还不赶紧认罪投降？清城，你……我说康熙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原来是你出卖了我！你跟吴三桂一直以小弟的性命胁迫我，可是我弟弟早在3年前已经意外身亡了，你们却一直瞒着我。你弟弟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好好活着呢！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已经全都告诉皇上，皇上也饶恕了我的过往之罪。师父，只要你能悬崖勒马，真心悔过，协助皇上早日铲除吴三桂，皇上也能对你既往不咎的。清城，你真是糊涂！你怎么会不相信为师的话，去相信这个皇帝？清城，你弟弟
他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呢。雪衣居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骗雪倾城也是没有意义了。康熙，是你骗倾城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吧？可是你怎么能识破倾城的身份？其实早在山西的时候，被吴三桂的人马追杀，朕就已经怀疑你们了。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们，可是你却一直不动声色。你城府之深，果然是做帝王之才。当年，我梅花门上下500多门徒，全都命丧于明军铁骑之下。是王爷救了我，还有剩下的几个门徒，所以王爷对我梅花门恩重如山。我雪衣居士又怎么可能对王爷背信弃义？那岂不是天理难容？皇上，王爷是先帝封的藩王，对大清有恩，绝无二心。这次雪衣居士行刺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与王爷毫无关系。你真的就心甘情愿替平西王去死？师父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皇上说过，只要你能指认吴三桂的罪行，就能饶恕你我不死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大清皇帝。倾城，你既然已经出卖为师，那么为师也不会再念咱们师徒之情。皇上，你只知道倾城是我的徒弟，你可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？皇上，我雪衣居士的敌人是朱明，并不是大清，所以对皇上而言，无论是我还是王爷，都不是你的敌人。你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反抗朝廷的乱党。自大清开朝以来，一直有文人以前明臣子自居，不肯到清廷就职。各地也一直都有反抗朝廷的乱党，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，不成气候。朕现在心里最担心的就是吴三桂。看来皇上还是低估了那些前明余党。这样吧，我雪衣居士任由你处置，只要不将我的罪迁怒于王爷身上，那我将戴罪立功，揭发这宫中的另一伙奸细。前明的晋王李定国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领导着一股反抗朝廷的力量。这些年，他们韬光养晦，形成了气候。只要皇上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会揭发这宫中的李定国的奸细，便会和你们一起剿灭明珠谷。皇上知道，这明珠谷地势险要，机关重重，只要有了老奴，你们才有可能将这明珠谷一举剿灭，永绝后患。师父，你这是要引祸江东，为吴三桂开罪吗？皇上，老奴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这李定国在宫中安排的奸细，雪倾城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替你梅花门复仇，为了效忠你所谓的大恩人吴三桂，你在明珠谷藏了这么多年。柳师傅，你可真是忍辱负重。你是？六师傅，我奉旨擒拿你。永和宫外到处都是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我师徒一场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你投降吧。我说皇上的功夫怎么会突然间这么高？原来是你！师父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吴三桂是天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，你为他卖命，这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。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古人云：“
女人为了爱情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你是为了他才背叛为师的吗？我杀了你！六师傅，论功夫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投降吧。罢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以死来向王爷谢罪了。六师傅，倾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她狠不下心来对你，难道你要狠下心来对她吗？他现在眼里完全都只有你，哪有我这个师傅？六师傅，灭你梅花门是明君，欠你的是我大明，是朱氏，跟倾城没有半点关系。你放了他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的心智却胜于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要伤害薛姐姐！六师傅，你听我的，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你现在杀了薛姐姐，你不可能离开紫禁城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薛姐姐，我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你，怎样？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我现在就去见康熙，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还有这明珠谷所有的秘密告诉他。大不了，咱们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住手！大胆的狗贼，赶快把丽妃娘娘放了，饶你不死！丽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把她当娘娘供着，却不知她是反抗朝廷的乱党。你说什么？不光是她，还有这李太医和她所谓的妹妹李易欢，他们全部都来自前明余孽联盟的明珠谷。够了，薛义居士，你受平西王指使刺杀皇上不成，反而挑拨离间，诬陷我们兄妹跟丽妃娘娘。你以为皇上现在还信你吗？薛嬷嬷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自行了断。京城，你虽然出卖为师，但是为师不是真的想让你死，更不想我们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师父，易欢，你如果想让我放了倾城，除非你来替他做人质。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环美，放心吧，朱哥哥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紫禁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拿我来换薛姐姐。易欢，走，让开！都别动，让他们先走。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别跟过来！千万别乱来啊！你逃不出紫禁城的。你给我走开！走开你们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随我上摘星楼，别耍花样。好，我随你上去。把这包围起来！学艺居士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六师傅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你只要别跟他们出卖我跟朱哥哥的身份，更不会出卖明珠谷，我就保你安全的离开紫禁城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出卖我，
来换取康熙的信任。好，我要活着到颠都见王爷，告诉他你们明珠谷联盟与他结盟根本就是假的。皇上，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攻啊！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把兵刃都收起来，把兵刃都收起来。六师傅，你看到了吧？皇上还是很在意我的。早知道你这丫头如此能耐，当初我们6位师长又何必煞费苦心，培养倾城来施这个美人计？刘师傅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只要你不出卖我们的身份，我保你安全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。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但是，你要随我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颠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奴才有话想要禀告。说。此话不方便在此讲，请皇上先移驾。现在就说。主子，奴才刚才领旨去帮着李太医捉拿刺客，可奴才刚一进去，这雪衣居士就说什么了？雪衣居士说，李太医还有易欢姑娘、丽妃娘娘，他们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而且他们都来自一个朱明联盟的基地，叫做明珠谷。雪衣居士真这么说的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光奴才听到了，这几个侍卫也听到了，还有李总管，他也听到了。回皇上，雪衣居士确实如此说，可易欢姑娘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诡计，并指证这雪衣居士乃是平西王派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陷害。皇上，我兄妹2人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欢妹还在雪衣居士手里，生死一线，皇上却在这儿怀疑他。若是让欢妹知道，他该怎样寒心呢？皇上，此番擒拿吴三桂的奸细，李太医和易欢妹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兄妹2人，无异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。此番这刺客还没有抓到，皇上可千万不要中了雪衣居士的离间之计，自断臂膀啊！是皇上，这雪衣居士确是吴三桂派来的奸细，他说的话不可全信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只是不敢知情不报而已。现在只有雪衣居士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到底如何，奴才也不敢妄言。凭什么？朕不会相信吴三桂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雪嬷嬷武功极高，若强行动手，只怕会置欢妹于险境。不如先放他们离开，欢妹古灵精怪，一定能找机会脱身的。
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奴才马上安排人手，在各个关卡路口拦截雪嬷嬷。不行，朕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间隙而危害到宜欢的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叔父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非要瞒着你，而是知道太多，对你并没有太大好处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舒婉心既是舒剑的女儿，舒剑又是皇上看重的臣子，那她怎么就跟雪嬷嬷成了吴三桂派到宫中的奸细了？而她又是你们朱明联盟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很复杂。叔父在宫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明白与人隐私者不祥的道理？康熙早就知道丽妃是吴三桂的内奸了，但他始终没有说过。是因为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叔父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？你以为我想知道这个杀头的秘密啊？不还是被你们给连累了吗？哎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皇上虽然是不动声色，但他肯定是疑心你们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在雪嬷嬷是吴三桂内奸这件事已经坐实了，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唉，你们呐，你们就是我李德福的噩梦啊！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怀疑李氏兄妹和雪倾城一样，都是吴三桂的奸细。但是现在，他们又帮着皇上捉拿雪衣居士，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。可是我听到了雪衣居士那段话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李氏兄妹并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明珠谷的乱党。但是皇上却仍是不肯相信，对吗？这次的情形很像是上次我们捉拿鳌拜时候的情形。李氏兄妹捉拿了鳌拜，鳌拜指认李氏兄妹是乱党，李氏兄妹却是鳌拜是在挑拨离间。而这一次，当雪衣居士说出李氏兄妹身份的时候，也正是李氏兄妹在拼命捉拿他之时，皇上自然会认为这雪衣居士也是在挑拨离间他们。皇上就这么相信李易欢？先有鳌拜，现在又有雪衣居士的指认，可皇上居然仍不忍心怀疑他。皇后，正所谓当局者迷，一直以来，皇上所能感受到的都是李氏兄妹在拼了命地保护他，而这雪衣居士和鳌拜又都是他的政敌，他自然会偏向李氏兄妹多一些。可是以皇上的聪慧，我相信在他的心中，多少都会对李氏兄妹有一些疑心和戒心。我们只需要静待时机，一点一点地增加皇上心里的这份疑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皇上会醒悟过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
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不必拘礼了，快起来吧，坐吧。皇上可是一夜未眠呢，这眼圈儿都发黑了。没事儿，孙儿年轻，偶尔失眠一次不打紧的。皇上，你可知道这丽妃和雪嬷嬷居然是吴三桂的奸细吗？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居然把哀家瞒得密不透风啊！皇祖母息怒，孙儿并不是有意隐瞒，而是孙儿想将计就计，擒下这个雪嬷嬷，所以才让人封锁了消息。你就打算让这雪倾城顶替舒婉心留在宫里吗？她可是身怀绝技呀，万一她另有图谋，可如何是好啊？皇祖母放心吧，孙儿已经加强了安防，这雪倾城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孙儿的掌控之中。眼下朝野上下，如鳌拜、吴三桂等心怀不臣之心的人还大有人在。孙儿想要杀一个奸细容易，但会让更多的奸细与朕敌对到底。若是孙儿采取怀柔之策，让这些奸细权衡利弊之后向孙儿投诚，那就能换来更多的人心归附啊！那雪倾城，他真的是向朝廷投诚吗？听说那雪嬷嬷曾揭发了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都是前明的余孽呀。你可不要怪罪皇后，她可是六宫之主啊，这后宫之中的事儿，她都应该过问。皇祖母，这雪嬷嬷啊，就跟鳌拜一样，都是报复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故意挑拨离间，皇祖母不必在意。此次雪嬷嬷虽然逃走了，但是吴三桂要弑君之事已经坐实，群臣就再也没有人敢支持吴三桂。以后孙儿要撤藩啊，也就容易得多了。皇祖母，这都是雪倾城和李氏兄妹的功劳。可万一这雪嬷嬷所说属实呢？皇祖母，眼下只有雪嬷嬷一人为证，并没有旁证。孙儿不想轻举妄动，孙儿不想伤了那些有心归附孙儿之人的心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暗中派人核查他们兄妹俩的身份。哎呀，只要皇上心中有数，哀家就不想操太多的心了。你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喜欢就拿一个。哎呦，是啊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，我7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名诸谷，义父带我来的就是这儿。你瞧一瞧，这滇州的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康熙真的要撤藩，势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真的要帮康熙与王爷作对吗？六师傅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出卖你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有什么苦衷，还是跟王爷说去吧。看看王爷是否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就是李易欢？小女子李易欢，见过王爷。17年前你刚刚出世，本王就曾见过你。说来也怪，本王一生杀人如麻，
却从未对谁心慈手软过。唯独当年想要杀你之时，你却对着本王突然那么一笑，看着你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本王居然下不得手。看来你果然命硬。奕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奕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果然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也未见得如何倾国倾城，却能把康熙迷得神魂颠倒。王爷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对皇上来说，不过是跟他后宫诸位家里稍有不同的野丫头，他对我啊，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，他和康熙早就已经是两情相悦、两心相许了。是吗？李定国一心要光复朱明王朝，他一世英名，却走了这样一步错棋，把唯一的女儿永历帝钦点的太子妃送到了大清皇帝身边。没想到，你却偏偏喜欢上了大清皇帝，哈哈，真是讽刺，哈哈哈哈，太讽刺了。哼，王爷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我大师兄朱哥哥。我跟我大师兄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婚约。我对康熙呢，就像雪姐姐对康熙一样，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权宜之计。王爷，这丫头满嘴跑马，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。王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上她的当啊！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这丫头如何向本王解释，他们将你和倾城出卖给康熙之事。王爷，我爹是真心想跟您结盟的。我们这次也不是有意破坏盟约，出卖六师傅来博取康熙的信任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因为这个裘贵啊，把真的舒婉心带到了索额图那儿，不得已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雪姐姐假装认罪，戴罪立功。这样呢，牺牲六师傅一个人，可以保全我，保全雪姐姐，保全了大师兄。这也是叫什么来着？舍居保帅之意。对，舍居保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该感谢你们明珠谷。哎呀，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，真是舌战莲花。如果你们是舍居保帅，为何当时不提前通知我，而是瞒着行事呢？你看你六师傅，我怎么跟您说啊？我们说牺牲你一个人，保全我们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肯定不愿意。再说现在，你虽然暴露了，但是王爷，雪姐姐还在啊。雪姐姐留在康熙身边，继续为您效劳，而我们明珠谷呢，保存了实力，对王爷您来说也是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。如果当时不是我急中生智，拿住了倾城作为人质，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了刀下亡魂了。而他们一定会让康熙以我为人证，给王爷定下个弑君大罪，逼着王爷反叛。到时候他们明珠谷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看，六师傅，哎，咱分析一下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没能杀了裘贵，才导致了这么多事情的发生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怕王爷责怪你，当然急着推卸责任了，口口声声说什么王爷对你有恩，你效忠王爷，可你呢，明知道皇上也有撤藩之意，只有王爷跟我们一起联盟，才能面对这个危机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在挑拨我们跟王爷的关系，你有何居心啊？王爷，我对王爷真的是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呐。他们明珠谷与王爷结盟是假，想要挑起王爷和朝廷的矛盾，他们好从中渔利才是真的啊！王爷，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本王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，把李易欢带到别院，好好安置。卑职遵命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严离，谢皇上。怎么样，有奕欢的消息了吗？刚刚得到消息，
奕欢已经被雪衣居士带回了滇都，直接带进了平西王府。那平西王有何反应？尚不清楚。微臣正在想办法打探消息。朕刚刚亲手拟了一道圣旨，令人快马送往滇都。朕故意用生气的口吻责问吴三桂，雪衣居士是否是他的手下，行刺朕是否出自他的授意。皇上圣明。如果皇上不动声色，和和气气地说吴三桂是清白的，雪衣居士是在栽赃陷害的，只怕吴三桂会觉得皇上是另有所图，会对他不利。但皇上直接生气地质问他，反倒透着股亲切之意，会让吴三桂觉得皇上对他尚有信任可言。李爱卿不简单呐，朕的心思你都能懂。皇上过奖了，臣不过是偶合圣意而已。吴三桂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撕破脸，杀了奕欢，然后立刻起兵造反；二，放奕欢回来，同时把雪衣居士押解进京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继续和朝廷维持表面上的关系。李爱卿，你觉得平西王会作何选择？皇上，臣对平西王并不了解，对他的实力更是一无所知，臣不敢妄言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起索额图了？说实话，朕也不知道吴三桂会如何选择。但愿他能放奕欢平安归来，如此也好给朕几年筹备撤藩的时间。